伫咧台南总共有277间国中小，本地175间是自由入学，或者囡仔会当下区去读册，却造成有一寡学校这学生人数无平均的问题。为了要解决这款的情形，台南市教育局宣布，114年度开始，除了9间实验学校以外，其他166间学校让取消自由学区。这个政策一出来，家长的头也开始摸咧笑啊！ 国小6年的学生欢头喜面咧上体育课，佮无偌久，因地面对要读一间国中，这些家长早就计划好势。不过，这阵台南市教育局却向要改变国中小学生的入学方式。对今年9月，全市除了9间实验学校是自由入学，其他拢是一般学区，或都是家长干来当互囡仔伫本正大的学区读册。有不少家长怨叹政策太过猖狂。然后他如果取消之后，我们就是要改成一般学区，所以他就是要去重新适应那个环境，觉得需要有一个过渡期，就是过渡条款，至少应该有个过渡。对。那自由入学到很多的家长慕名而来，大家都清楚，变成供不应求，所以有的学校就变成要总量管制，衍生出来的。 自由入学就是校际之间会相互竞争学生，现在就导致每个学校每一年的生源，就是学生的来源呢就不稳定。教育局强调，取消166间学校的自由学区，是符合国民教育法的精神。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认为，10当前为了让偏乡中小学有较好的发展，才会订定自由学区的机制。即摆无着伫化解，颠倒影响着认真办学的特色学校，嘛冲击着校方的师资编制。大学校讲的是讲有一寡配套，但是这个配套第一有可能会造成小校的加速合并，所以中型的学校伊嘛有可能。 虽然伫市区，但是因为遐是老学区、老社区，所以嘛有可能无学生，所以有可能唔是影响到小学校，甚至中型的学校嘛有可能会收起来。那是因为户籍也是家长工课原因，有下区读册需求，教育局嘛有配套措施。到3月是建议，应该先研究台南未来10年的人口结构，才通做完整的评估。嘛，还有政策的推动，爱参大家做伙讨论，就惊影响学生读册的权益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